Hello，大家好，多謝大家收睇 Joy to Travel。今次要帶大家去到金澤同埋能登半島，馬不停蹄咁樣食盡頂級海鮮。我哋第一站就會去到金澤最出名嘅近江町市場。鍾意食海鮮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，呢度好似香港街市一樣。每年11月至3月，當活蟹捕捉令解禁嘅時候，呢度就會人山人海，充滿咗嚟搶蟹食嘅人。呢度唔單止有最新鮮嘅海產，另外仲有新鮮蔬菜、水果、熟食店同埋專賣海鮮檔嘅店。食還食，不過最重要嘅係要貨比三家。因為今次就遇到個無良海鮮檔，貨不對版。呢間鋪頭雖然比隔離平100-200 yen，但係我哋收到嘅生蠔同甜蝦貨不對版，已經預先開咗殼，一啲鮮味都冇，而且 size 同我哋見到嘅版細隻好多。怪就要怪自己衝動，一時興奮得滯，冇觀察一下周圍就落單。睇多幾間鋪頭比較一下，就見到隔離有間海鮮鋪頭大排長龍。呢間大松水產值得推介，你睇下佢幾俾心機寫埋塊白板，話俾你聽所有海產嘅來源地。海鮮嘅選擇又多，仲有地方俾你食完洗手添。喺呢一間店食生蠔係即叫即開，食甜蝦仲同你剝埋蝦殼添，仲有提供豉油啊、檸檬汁等等嘅 condiment 俾你食海鮮。啲海產新鮮得不得了，充滿光澤。食完一輪之後，仲要追加食多2輪。呢度提供2種生蠔，一種係岩蠔，另外一個係真生蠔。我哋食嘅岩蠔非常肥美又大隻，肉質非常厚，啖啖肉，而且非常 creamy， 食到大海嘅真味。喺香港好少見到岩蠔，其實岩蠔同真生蠔我哋平時食開嘅有咩分別呢？單單睇價錢，岩蠔比真生蠔貴500 yen 一隻，因為佢係產於日本海嘅海岸線，而且成長期要4年或以上，而且佢生長喺5至10米嘅海底。你見到佢嘅殼非常之厚，而且比真生蠔大隻好多，充滿海洋嘅鮮味。我哋冇喺近江町市場食海鮮檔，因為海鮮檔提供嘅魚通常都係好大路，度度地方都有得食。我哋想試下啲唔同嘅魚。我哋1個月前預訂咗喺近江町市場裏面嘅壽司店，叫做力力，係一家米芝蓮推介嘅餐廳，而且喺日本嘅 Tabelog 有好高嘅評分。主要係去見識一下北陸地區最 local 嘅本地魚或者地魚。餐廳提供3款 omakase， 我哋選擇咗5000幾 yen 嘅 Takumi course， 總共有1道前菜、11罐壽司、喉黑魚手卷同埋麵豉湯。而你呢張相就係當造嘅魷魚前菜。有幾款本地魚淨係得日文名，我揾唔到中文名，好似呢一款咁 Ara， 食落去好似石斑咁樣，好清淡。第2罐係竹甲魚，非常之肥美。第3罐係金澤北陸地區嘅特產，叫做梅氣甜蝦。因為佢嘅保鮮好困難，唔適合長途運輸，好少機會喺東京可以食到，通常淨係可以喺原產地先食到。雖然呢隻梅氣甜蝦係好甜同埋好有膠質，但係我都係鍾意牡丹蝦多啲。Yellowtail 絲魚。
呢一隻我唔肯定，係平木魚 Halibut。呢一個係 Cherry Trout，係第一次食。需要重點介紹一下呢一隻皮剝魚，係非常美味嘅超高級魚，係同佢嘅魚乾一齊食，簡直係人間美味。因為呢啲嘢可遇不可求，所以無奈地追加多一件。呢一罐槍烏賊雲丹都好有特色。槍烏賊即係魷魚，正值當造時期，切成咗一絲絲，膠質豐富，味道清甜。配上海膽嘅鮮甜，真係美影雙輝，更上一層樓。另外，海鰻係完全冇骨嘅，入口即溶，真係好考功夫。最後嘅重頭戲係喉黑魚手卷。喉黑魚係日本最高級嘅魚之一，係金澤嘅特產，屬於貴價魚。因為肉質本身含有豐富嘅油脂。有叫做白身魚拖羅嘅美譽，炭燒嘅香味配合融化嘅油脂，入口即溶，好似食緊 A5 嘅和牛一樣。我哋今餐食到非常之嗨，又見到白板上面寫咗 Daily Special， 當然要試下佢嘅前丸蟹。最重要，佢喺你面前將啲蟹肉生拆出嚟。千祈唔好睇小前丸蟹，好似細細隻咁，但係佢勝在蟹膏多，蟹肉質地幼嫩，味道可以媲美陽澄湖嘅大閘蟹。食完 lunch 之後，稍作觀光一下，就要趕上下一場嘅晚餐。位於石川縣嘅金澤居酒屋文化根深蒂固。因為佢呢度出靚酒，又有頂級海鮮，所以要見識一下日本當地人嘅酒場文化。我哋嚟咗塔比洛金澤頭5位嘅居酒屋之一 Umeri， 因為呢間居酒屋人氣好高，所以我哋提早1個月叫酒店幫我哋訂枱。呢度嘅座位全部都係榻榻米。一坐落嚟就嗌咗支靚嘅地酒sake。menu 全部都係日文嚟嘅，要自己用 Google Translate。呢度嘅選擇非常之多。2人份嘅魚生拼盤好大份，所有金澤嘅地魚都有齊晒。超高級嘅皮剝魚魚乾可以媲美安康魚乾，非常幼滑鮮味。我哋試咗個蔥花蛋卷，係用倫敦嘅走地雞蛋做嘅。大力推介呢一道魷魚漬，一鳴驚人，唔可以睇小佢，真係好食到不得了。酒粕嘅芬香撲鼻，好似玫瑰露酒配上 candied orange peel， 陌生嘅配搭，但滋味無窮。再配合當地嘅本地酒，天衣無縫，食過翻尋味。金澤出名嘅芋頭天婦羅，睇得出佢嘅炸漿好薄。金澤過去少少就係富山，嗰度出產熒光小魷魚。呢一道熒光魷魚配竹筍天婦羅，好好味。小魷魚裏邊會爆漿㗎。嚟到金澤，另外一樣要試嘅就係佢嘅回轉壽司。我哋連續2日等咗幾個鐘頭枱，就係去為咗食 Mori Mori Sushi。
味道同新鮮度係幾好嘅，但係比唔上金瑟花園喺我心目中嘅地位。每一個座位有個 iPad 可以自己落單，壽司係即叫即做，非常新鮮。我哋都食咗好多碟，試下唔同嘅嘢，好似富山出名嘅白蝦 Shiro Ebi 喺呢度可以食到，非常之甜美。呢隻蝦嘅 size 細細隻，需要用人手剝皮，好嘥時間。Molly Molly 提供唔同嘅 combo plate，可以俾你同時間試多幾樣海鮮。甜品當然係金澤最出名嘅金箔雪糕啦。去到日本當然要去温泉旅館浸温泉啦，詳情可以參考我嘅 video。金澤温泉龍庭，我哋喺呢間温泉旅館嗌咗份喉黑魚，佢哋燒烤得脆卜卜，油脂完全融化，入口即溶，回味無窮。同場加映能登半島嘅滄海遺珠和倉温泉。我哋都係睇日本 YouTuber 嘅介紹先至嚟到呢個地方，詳情可以參考我嘅和倉温泉松乃碧嘅片。嗰日我哋 check in 完之後，就去咗附近嘅小鎮叫做七尾，去咗當地最大嘅魚市場七尾食祭市場。因為距離魚市場半個鐘頭車程左右，有一個生蠔養殖場，所以我哋忍唔住去食咗冰燒。最平嘅2人份海鮮拼盤大約2000yen左右，8隻倫敦生蠔都係600幾 yen，計埋人頭費同埋用料費，價錢都算 reasonable。呢一碗倫敦雞泡魚湯都係400yen，真係新鮮滾熱辣。當日午餐嘅下半場就係去咗米芝蓮推介杏壽司，我哋都係提早2個月預訂。廚師長係兩兄弟，誠意十足。雖然唔可以用英文溝通，但係為咗我哋寫咗一張英文嘅 omakase 餐單，仲有提醒我哋唔需要點豉油。米芝蓮推介果然名不虛傳，用嘅料非常之好。我哋就係坐喺板前欣賞廚師長嘅手藝。斟魚講究刀工，記得上一次食嘅係喺未退休之前嘅銀座支水谷。重點推介呢一個康馬咕羅，係屬於藍鰭吞拿魚，係吞拿魚裏邊最高級嘅一種。平時我唔係阿卡咪嘅 fans，但係呢一個康馬咕羅令我改觀，肉質柔軟，充滿濃郁嘅鮮味，從來冇雪藏過，真係食過翻尋味。
令我大開眼界嘅係赤西貝，唔係赤西仁啊。主要佢係喺七尾灣附近捕獲嘅，需要時間處理，因為佢嘅內臟有好強烈嘅苦力味。食落去嘅口感脆脆地，有一陣好濃郁嘅海洋味道。最後我要介紹嘅係甜品店 La Musée des H。如果你去過金澤嘅現代美術館，你就對佢唔會陌生。我哋呢就去咗和倉溫泉嘅分店。甜品師傅家族幾代人都係開和果子店嘅，但係佢選擇去法國留學，去學做西餅。喺金澤比較出名嘅甜品店，西餅造型精緻，味道唔錯，而且唔肥膩嘅。總括嚟講，金澤係一個充滿歷史古蹟嘅地方，因為鄰近日本海，海產好豐富，對食客嚟講係一個美食天堂。我今次就見識到好多北陸地區嘅本地魚係地域限定，為咗確保新鮮度，唔適宜長距離嘅運輸。海鮮嘅種類同北海道或者我哋平時見到嘅都唔一樣，喺東京係食唔到嘅。如果鍾意海鮮嘅朋友，我會絕對推介金澤。今次嘅介紹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請大家留言、點讚或者訂閱。Thank you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